由香港創新基金主辦嘅學界年度創科盛事香港創科展，即將喺6月27號迎嚟5周年里程碑。大會今年特別喺展覽前舉辦咗一次模擬簡報，俾近120隊入圍嘅中小學師生提早體驗實戰，向評審專家介紹佢哋嘅創意發明。參賽同學嘅作品展現咗對社會嘅關懷，好似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嘅同學，就因為留意到火災逃生嘅安全問題，設計咗逃生導航系統，透過走廊地面嘅 LED 燈，即時指示安全嘅逃生路徑。而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嘅同學就針對高齡化社會同健康需求，為肌少症患者研發咗握住健康智能握力球，透過結合遊戲同訓練，令到復康變得更加有趣好玩。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嘅2位初中女同學，亦因為同學嘅爺爺患有糖尿病，所以就研發咗想嘗食應用程式，利用人工智能幫患者生成健康食譜。無獨有偶，天主教培聖中學嘅同學亦有類似嘅設計，為三高長者研發煮餐好系統，透過鏡頭辨識食材，再建議合適嘅健康食譜。想睇前面咁多位同學嘅作品，又或者想睇更多其他中小學生嘅創意發明，記得6月27或28號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FG 展廳，參觀1連2日嘅第5屆香港創科展。現場仲有唔少專家交流環節、工作坊同科技體驗活動，入場費用全免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預先到網上登記，又或者掃描屏幕上面嘅QR code。